弥陀佛。今天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平常修护法的功德跟修护法的重要性。当然，修护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护法是护持佛法的意思，所以同样的护持佛教徒我们佛教徒修持佛法，当然也是修持的路上是比较长时间比较长，路途比较遥远，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个中间呢就会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消除这些所有的障碍，能够可以顺利圆满修持得到成就的情况下，需要非常大的坚持感、精进心才能够可以成功。所以这样的过程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障碍，像比如说修行人家庭、工作、健康等等一切的障碍都变成修行的障碍。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要得到短暂的快乐跟幸福，也是不能有任何生活上、工作上、感情上、健康上不能出任何的障碍，才是会圆满的。那么按照究竟的利益来看，我们要得到修持成就获得幸福的话，获得幸福获得那个怎么说呢，成佛的话，那也是不能有修行的路上的任何的障碍。我们实践的障碍也是变成修行的障碍，因为修行人离不开实践的生活的情况下没有办法不管实践的一切障碍，家庭的障碍也好，生活的障碍也好，工作等等，健康等等一切的障碍，也是直接影响到修行。所以呢，就是这排除一切障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快速的可以排除障碍的方式来说的话，就修护法。所以我们也有经常安排帮信众弟子们修护法。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知道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多参与、参加、参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呢，就是有安排文物本身的坛城，左倾寺文物本身坛城里面是长期有修护法的护法师傅护法上师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都在修护法，不是说是一年才多少次那么就是每天就是有一位上师就每天都修护法，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所有的左倾寺的弟子跟特别呢就是我左倾公博活佛的所有的佛心事业有关系的所有的弟子，同样的，就我们在改文物本身坛城的过程，刚在我公博活佛做任何佛心事业的时候，护持过我的人，帮助过我的人，跟我听法的人、结法的人甚至跟我接触的人伤害过我的人或者诽谤过我的人，都是我们要保护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所有的这些喜欢我的人跟不喜欢我的人都要顺利圆满排除一切障碍，然后就能够可以修持成功。所以我们就是要安排修很多护法，所以大家有缘者要记得要好好参与，而且参与呢就为一切众生发心，为一切众生回向，这样就圆满。谢谢大家。